后来乡亲啊，离这个总统大选剩最后的3天，赖清德今仔日是固守着中台湾，帮立委候选人来辅选。中国昨来预告，讲因当咧研究，要来停止着核化的早收清单，包括着龙鱼、机械、汽车的零配件等等，拢互点名。赖清德来批评，讲中国是以商逼政。赖清德昨暗到这个南投来造势，现场是破1万人，创下着民进党伫南投办活动的纪录。赖清德讲，遮尔侪人到场来支持，就是要互国民党在地立委一个教训。本来手，本来比胜利的手势。赖清德今日透早车队数计为中华出发，沿路上真侪支持者热情甲欢迎，有人放炮花，和保镖警察拢来甲注意。唔然呢，路边挂一个布条，票投互民进党台湾变战场。赖清德冒险着。中国啊，运用战争与和平这个大外宣，企图影响台湾的选民，建立亲中的政权。很遗憾的在野党跟中国互相唱和。讲话声音听起来也阁真正常，不过前一天南投第三暗会声音总收声去，不过赖清德应该感觉真简单，毕竟超过100个人伫咧现场，讲是民进党伫咧南投造势活动是史上上大螃蟹。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南投的乡亲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接受马文君，一方面背个国防建设，又把国防机密泄露给第三国，大家都想要来教训马文君。那中国9号预告，当伫咧研究中止核化早收清单，包括龙鱼、机械、汽车零配件拢互点名。赖清德就来利用经济威胁政体。中国这一次用经济胁迫的手段，企图达到以商逼政，而影响台湾的选举。一天内要到中华台中苗栗辅选，话题拢集中伫咧中台湾。对台中市长罗秀燕讲，若国民党赢大选，伊袂入去，嘛袂接行政院长。赖清德安尼讲，是不是选前在分赃？我相信国人从蓝白河当中应该会看得很清楚。中华地方议题这边伫咧车拼，这边的选举像赢像输，真紧就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